回顧頂一屆選舉，陳金爭在東區展現強大實力。雖然民調領先，但在最後開票時，以正小差距，甲實處擦身而過。陳金爭講，迄100多票距離是選民予伊的功課，也代表伊做了無夠多。這段時間，伊並無離開台南，服務也一直攏持續，希望鄉親予一個再次服務大家的機會。台南是民主的聖地，東區呢是咱城市進步的心臟。金鐘今天站出來，不是為了我自己哈，我是要將我累積的一個社會經驗來回饋社會哈。我希望我的未來能夠為東區、為台南的人民的這個生活環境啊，以及交通建設以及長照的這個福利來打拼哈啊！我期望我們的鄉親父老呢，能夠給我一個機會啊，我會為大家哈來努力來打拼哈啊！在這裡再次拜託大家，電話民調，請唯一支持陳金忠，金鐘在你心中。東區電話民調，請支持陳金忠。面對2026，民進黨在東區提名名額縮減兩席，形成4選2的激戰局面。陳金爭講壓力真大，但信心十足。伊也指出，東區是台南文教甲社會指標區。伊本身醫療專業背景，以及佇社會交流內深度參與長照、幼兒以及弱勢輔導業務，這攏是東區民眾上關心議題。伊主張將社會專業召回議會，監督市政，提升行政效率，和政策真正落實着加好。伊也將秉持實幹、專業、不分黨派精神，完成4當前無完成的使命。但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